也是睡个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台湾用要逐年都咧选举，一摆里长专工去到候选人竞选总部，候选人无用，单独要招总干事讲一个秘密话呢。里长甲总干事两个坐对面，讲阮这里人口数无介济户啦，当作互你天凊头的啦。即句天凊头的，天是动词，动词起头，台语三字，社会咧应用的元素。天凊头就是啥？讲阮遮吼房东是有限啦，毋过吼，阮即撮天落，你才有够一斤呢。阮遮无几两，互你天凊头的，无介重要啦。当然，里长的意思就是讲，阮这里是无几票啦，但是三天修补，剪布剪较亮咧，阮遮的票，你若有合，若要应用吼，大家安那？总干事听到遮就知影讲，当这个里长来伫咧落烂头，这原来老爸才有讲的台湾话，现处时的书典差无啊，原来动词起头三字的应用，啥做落烂头？落烂头就是大话头，就是咧暗示。就是咧讲一个互咱对，安尼叫做落烂头。里长已经咧落烂头，讲因遐吼，迄里无几票啦，你互咱天凊头尔。毋过咱有看中无？吼，拍鼓会晓听尾声，人讲头咱就爱知尾。有啦。总干事讲吼，真要紧啦。里长伯啊，我甲你讲，毋通讲天凊头的，毋通讲恁遐无几票，人讲一票一票好啦。啊，心内知影对方咧落烂头，实在总干事原来真会晓甲应付，真拖白。讲归去啦，恁遐一户吼，无咱自2000来甲开，我甲你打现金。哦，讲到即句打现金，打原来动词，咱知影啦。本来这个条件加无减无，大家直接用超测的，毋免啰嗦。现金换做偌济，一摆甲你讲互得，安尼叫做打现金。用现金来清算，安尼叫做打现金。啊，安尼毋着要买票，对，所以朋友。各种是讲故事，互你做参考。选举若靠买票，原来三字的，但是今日无要解说。简单讲啦，做迄个违法的代志吼，神明有咧看，国法难逃，或者无了时啦。所以选举就要用咱的诚意，就安尼专工来共压手，千万不万，毋通安尼里长赶票要来卖，总干事搁甲买，这真正社会上闹亏大，国法难用。